讲到昨3月初3全台万失电，主要原因是高雄兴达电厂人为操作出问题所造成的。总统蔡英文今仔日邀罗南亲身去到电厂了解，伊2摆向全国民众回实例，讲会伫咧上短时间内追究责任，也要求经济部伫3天内就来提出完整的报告。 初3全台大失电，拢总有549万户受到影响。总统蔡英文隔天中昼来到兴达电厂视察，嘛向全国民众道歉，造成国人同胞的不便，我要表达歉意。特别是停电时间比较长的南部县市的乡亲，我更要表达歉意。 这摆失电初步调查是台电人员过失，造成这么多县市失电，蔡总统认为非常不应该。我已经要求行政院在最短的时间彻底调查事故原因和疏失，采取必要的救责。那么今天来到我们停电起因地点兴达电厂，就是要实际的了解状况，务实面对问题。 根据经济部初步调查，初3早起确实是电厂开关场人员的过失，加上风台措施无完全做好，想袂到刷落来5座超高压变电所跳脱，造成全台事故。值班主任并不是非常确定这个绝缘气体的回冲状况，以及没有足够踏实的做好一些 double check 的工作，就让电投入了。那投入了以后， 就造成这个不应该发生的动作做动。兴达电厂测试运作完全正常，不过蔡总统要求经济部3天内提出完整的调查报告。另外，高雄市有186万户受影响，一直到初3暗时9点才完全恢复。市府嘛准备要协助厂商向台电要求赔偿。记者陈嘉文、阮伟哲高雄报道。